看来到咱台视新闻的独家镜头，这是高雄一间超商半暝有人伫遮起骹动手，真侪人看到这个画面拢惊甲三魂减一魄。不离个详细看，原来这是便衣的刑事伫掠歹人。警察为了要掠这个窃盗犯，来到超商秘密等伊，结果双方变做 QQ 这个嫌疑犯搁再滚家令走去车路，将机尾也是互警察给压起来。我会跑。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对警察起骹动手，一群人就安尼伫路边 QQ 我拍甲。看拍袂过对方，伊去找机会想要走去对面，毋过尾啊也是互警察包围压起来。原来伊是一个通缉犯。一直被打啊、被抓啊，就是故意乱弄东西啊。差不多1、2分钟就结束。做大声。做大声。这个26岁查甫人因为进前伫机顶犯几6件窃盗的案件，警方掌握到伊的行踪了后，就骑车甲伊追，想袂到伫前镇一心二路的超商外口，对临检要甲伊掠起来的时阵，嫌犯毋但毋配合，先甲警方起骹动手，刷落佫想要走，毋过尾啊也是互铐起来掠落去。连续发生住宅窃盗案件，以及打破车窗的窃盗案本所经清查发现为辖内的黄姓治安故意人口所为啦，在优势警力之下那给他强制的压制逮捕了那全案本分举依窃盗来侦办移送。少年人毋惊正路，毋拿做贼仔，刷落佫走，互警察了，尾啊，互警方按窃盗罪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